百變麗媛 style， 股市勁升佢做到。伊莎耶夫的熱情迎接，呢一刻令 CCTV 收視直逼春晚啊！百變第一夫人彭麗媛今次外訪就係魅力沒法擋啊！本港有時裝設計師讚佢配搭莊重得體，好有明星風采，連香港特首夫人都唔及佢。而佢就勁讚彭麗媛打扮乾淨利落有貴氣，特別係佢哋兩公婆呢身配搭，直情係一雙一對，邊個都搶唔到邊個嘅風采啊！民眾紛紛 copy 麗媛 style， 第一夫人攞嘅本土品牌例外，黑色手袋已經賣斷市啦。據知品牌創辦人之一嘅馬可就係一手包辦第一夫人今次外訪包裝嘅 designer 啦。佢3個月內為第一夫人趕製近100套衫，第一個 brand 越嚟越紅噶。除咗掀起消費熱，仲帶起內地品牌服飾股叭叭聲咁升，由3%至超過1成不等，甚至升到停板噶。有分析員就話，相關股份就受第一夫人效應刺激，升勢持續幾耐就唔知，但係相信可以令更多人關注本地品牌，同改變中國高官盲目追求外國奢侈品牌嘅作風啊！